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這個講述香港真實奇案的頻道。今天我要帶大家回到2000年的夏天，一個炎熱而悶悶的下午。那是8月2日，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事務大樓13樓。一場本該是和平請願的行動，最終演變成一場吞噬生命的烈火，造成2死50傷的全港震驚慘劇。這件事官方定性為縱火案，主謀施君龍一度被判終身監禁。但多年後，當塵埃落定，當真相一點一點浮出水面，你會發現，這不單是一場意外或蓄意犯罪，更是一場時代悲劇的縮影。居港權的爭奪，回歸後的中港矛盾，絕望中的人性掙扎。今天，我們就來細細拆解這樁入境處縱火案不為人知的層層內幕。我會參考一些資深法律人和奇案研究者的觀點，包括像翁靜晶律師那樣，從法律、人性與社會角度去剖析，讓大家看清這場火背後的真正火焰從何而來。先讓我們回到歷史背景。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，那一刻，多少人歡欣鼓舞。但對許多內地人來說，回歸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痛苦。尤其是那些在回歸前出生的內地子女，他們的父母一方是香港人，按理應該擁有居港權。可1999年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《基本法》作出解釋，嚴格限制了居港權的範圍。一下子，數以萬計的家庭被拆散，孩子在內地，父母在香港，團聚成了奢望。這些人開始上街請願、靜坐、絕食。他們組成各種互助會，其中一個領頭人物就是施君龍。施君龍當時只有24歲，年輕、熱血，充滿正義感。他自己也是黑戶，父母一方是香港人，但他出生在內地，多年申請居港權都被拒絕。他相信自己和數萬同伴只是想一家團圓，想在香港這個繁榮的地方安居樂業。他們不是暴徒，他們是絕望的求助者。施君龍組織了家庭團聚互助會，經常帶人到入境處請願，有時靜坐，有時高呼口號。入境處的工作人員其實也很無奈，他們只是執行政策。但請願者越來越激進，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拒絕，讓他們覺得前路渺茫。有人說，施君龍曾公開表示，如果政府不給我們路走，我們只好自己闖出一條路。這句話後來被媒體放大，成了他主謀的證據。2000年8月2日，這一天注定載入史冊。下午約2時許，施君龍帶着約30名請願者來到入境事務大樓。他們不是空手而來，有人帶了幾瓶天拿水，一種易燃的稀釋劑，還有人帶了打火機。為什麼帶這些？他們後來解釋，這是為了威脅自焚，一種極端但非致命的抗議方式。在當時的請願行動中，自焚威脅並不少見，目的是逼迫官員對話。他們直奔13樓1301室，那是一般調查組及調查行動組的辦公室，負責處理居港權申請的地方。請願者衝進房間，高呼口號，要求即時發放身份證。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錦光和同事們正在辦公。梁錦光52歲，一位資深公務員，為人正直，盡忠職守。那天，他正和同事處理文件，場面開始混亂。請願者圍住職員，有人情緒激動，大喊：你們不給我們活路，我們就死在這裏。據幸存者回憶，施君龍當時站在人群前，他大聲說：如果今天不解決，明年今日就是你們的死忌。這句話聽起來充滿威脅，但請願者說，這只是氣話，目的是嚇唬官員出來對話。然後，關鍵時刻來了，有人從袋中取出天拿水瓶，開始潑灑，液體灑向地面、桌椅，甚至職員身上。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氣味。梁錦光和同事們試圖勸阻，有人想奪瓶，但已經晚了。突然，一個打火機被點燃，火苗接觸到天拿水，瞬間爆炸式燃燒，火焰像野獸一樣竄起，房間瞬間變成火海。
尖叫聲、哭喊聲響成一片，人們爭相逃生，但門口狹窄，很多人被擠住。梁錦光作為主管，他沒有第一時間逃走，而是大喊：大家冷靜，跟着我走。他試圖引導同事和請願者逃生，但火勢太猛，他的衣服着火了，全身被火焰包圍。他掙扎着跑到走廊，滾地滅火，但燒傷太重。另一名死者是請願者林小星，一位年輕女子。她被困在房間內，吸入大量濃煙，窒息而亡。50多人不同程度燒傷，有的終身殘疾。消防員趕到時，整個13樓濃煙滾滾，場面慘不忍睹。火被撲滅後，警方迅速介入。施君龍和其他6人被控謀殺、縱火等重罪。案件震驚全港，媒體稱之為入境處縱火慘案。輿論一面倒，指責請願者是暴徒，施君龍成了眾矢之的。但審訊過程中，許多細節浮出水面，這就是不為人知的真相之一。誰真正潑灑了天拿水？誰點燃了打火機？法庭證據顯示，請願者確實帶了天拿水和打火機，但這些東西是集體帶來，並非施君龍一人所有。潑灑天拿水的是另一名請願者，情緒最激動的那個。點火的也不是施君龍。據目擊者證詞，點火者是人群中一名較激進的成員。他後來解釋：我只是想嚇唬他們，讓他們重視我們的要求，沒想到火會燒得那麼快。更重要的是，縱火者其實沒有帶武器，這裏的武器指致命武器。他們帶的只是日常易燃物，用意是自焚威脅，不是殺人。火災的爆發有一定意外成分。天拿水揮發快，房間通風差，一點火星就足以引發災難。施君龍在庭上哭着說：我從沒想過殺人，我只是想為大家爭取權利。如果我知道會這樣，我寧願自己死。他的辯護律師指出，這不是預謀謀殺，而是集體請願失控，屬於誤殺或過失。初審時，陪審團刑判施君龍謀殺罪成，終身監禁。其他被告也重判，但上訴庭後來推翻，改判誤殺。施君龍最終只囚禁約8年。為什麼？因為證據顯示他沒有直接參與潑灑或點火，他的威脅言語雖過火，但不足以證明蓄意殺人。更令人唏噓的是施君龍出獄後的命運。2011年，他竟然獲批單程證，合法來港定居。這件事一曝光，全港譁然。當年燒死公務員的主謀，怎麼能來香港安享晚年？有人質疑入境處的決定，有人說這是對梁錦光家族的2次傷害。但從另一角度看，施君龍本來就有居港權資格，案件已結，他服刑完畢，為何不能團聚？梁錦光的女兒後來接受訪問，聲音顫抖：爸爸是無辜的，他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。那場火毀了我們一家。梁錦光殉職後被追授勳章，成為公務員的楷模。他的犧牲讓人痛心。這場慘案表面是縱火犯罪，實質是居港權爭議的極端爆發。30多名請願者帶易燃物衝入辦公室，潑灑點火，造成2死50傷。施君龍作為領頭，被視為主謀，但真相是集體行為失控，無人真正意圖謀殺。司法最終認同這點，改判較輕。這案不是簡單的黑白對錯，而是絕望會如何扭曲人性。請願者不是天生暴徒，他們是被政策逼到絕路。多年申請被拒，家庭破碎，有人等了10幾年還看不到希望。當和平請願無效，他們選擇極端方式，結果害人害己。深層意義更值得我們反思。回歸後，中港融合本應是喜事，但居港權釋法卻製造了無數悲劇。它暴露了宏大政策下個體的無力感。梁錦光代表了盡忠職守的公務員，他們只是執行者，卻成了犧牲品。施君龍代表了那些為夢想掙扎的邊緣人，他們的訴求或許合理，但方式錯了，就釀成永遠的遺憾。
翁靜晶律師在分析類似案件時，常說法律判罪容易，但人性與社會根源才是真正難解的結。這場火燒掉了2個生命，也燒出了時代的痛。20多年過去，居港權問題已淡化，但類似矛盾依然存在。當政策與民生衝突，我們該如何平衡？聽眾朋友，你怎麼看？是請願者錯在極端，還是政策該更人性？歡迎留言討論。下集我們再講另一樁奇案。記住，歷史不是冰冷的記錄，而是前車之鑑。謝謝收聽，我們下次見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段內容，麻煩俾個 like，訂閱頻道，再分享俾朋友。你的支持係我繼續製作嘅最大動力，感謝大家。